she's still in Taiwan, but she, as you can see, her art, she promised to finish 100 pictures of the Taiwan's historic view, and she finished it already. Now the next progress, she says she would like to finish about 100 pictures of the National Park of the United States. So it's on the way, and so I have enjoyed. And the other one is Dr. Jiang, and he actually traveled to the South America. Just take it, if you have time, take a look of any picture. He said, you see it just in a second, right? But he wastes hours, days to get the picture. It's not easy. So I really need to encourage and this artist, they put up a lot of work. And now we like to have our VIP to say a few words for us to encourage, and you first invite um, uh, the Deputy Council from Taiwan. 谢谢各位，谢谢会长。因为如果现场只有一本，他不能，大部分都是听得懂。谢谢啊，谢谢会长跟那个一本方的 Vice Mayor，各位乡亲，我们各位这次有请的各位朋友来了。实际上，处长昨天指派我来的时候，我想说，哎，我就想说我已经赚到了。今天我来看以后，果然是赚到了。处长今天没来，真是他是一个损失。有这么好一个机会来看到这么多精彩的作品，让我非常惊讶，而且非常谢谢你。我们知道台湾最近我们在发展软实力，硬的实力我们不能跟人家比，但是我们在经贸方面，在民主方面，也在国际上面，不管是体育也好，或是那个运动也好，还有这些台湾小吃也好，美食也好，在台湾上都有很好的成就，慢慢成就打开，还有包括电影。那在画画方面，那我个人对这方面知道不多，但是今天刚刚看到这些画展之后，也让我非常的惊讶。我想，而且看到很多画，很多作品都已经在国外，在欧美展出过，而且有些是在博物馆收藏起来，都已经有国际上的水准。那这点我也很自信，以后我也许哪一天我们台湾的这些画家、这些艺术家在国际上也能够有一席他们的地位。那这个我是非常的惊讶，而且非常的高兴。我们台湾这些乡亲有这么好的 talent， 有这么好的 creative， 还有这么好的这些意境。我想说，每一幅画的背后，作品的背后，都是一个故事。那我不懂艺术，但是我很有兴趣去 explore 后面的故事是什么。我就看很多作品，会让你感觉到会感动，那个作品就成功。我记得我在大概去年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艺术品，应该是在 YouTube 上面的，好像那个不知道是哪一个，那传给我的 email。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是一个波兰女孩子，她在表演她的沙画。她就在那个大概在10分钟的时间，还是几分钟时间，5分钟的时间，有几个音乐，然后她就把表演沙画的内容就是说，波兰在2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德国侵略的过程，被压迫过程，她在那几分钟内把所有的过程都描述得非常清楚，而且非常生动。那个画让我感动了好几天。我想说，哎，艺术家能够把人生描绘的这么生动，这么写实，那个是我最感动的部分。我今天看到很多画，就让我同样的感觉。所以说我今天说张爽没有来是他的损失，我要鼓励他，下次一定要参加这个活动。那我也知道这边六位艺术家当中已经有3位，我想说大家知道那个徐小姐，徐小姐，她还没到呢。她在台湾还没到。徐小姐在2008年的时候，她的画品在我们办事处有台湾艺廊跟展览过。那2009年就是去年应该江先生有摄影展在我们那边。那现在目前是我们的朱女士，我们的艺廊正在展她的画展。那她的画展还会再到年底结束，想明年开始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台湾乡亲的画能到我们这个办公室来展。那我预祝大家，希望大家都是有福气的，能够欣赏到这么精彩、这么美丽的画。那就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谢谢大家。Next year we have one of our members also can show the American
to have the, every year we use this space and we've been so lucky all the rent has been waived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it. So we'd like to have the director want to give us the input. 我来用台语讲看卖。咱办事处的黄副处长，咱这款的Cupertino 的副市长 Number One， 咱联合会理事长，各位艺术家，各位好朋友，大家老早，今仔日足欢喜的代表着文教中心来参加着咱这款的第9届咱台湾中心会办的这款的台湾法典。头先我利用这个机会来表达咱中心欢迎之意，因为各位来这展出你的作品，互咱中心更较增加足个文艺的气息，互咱中心更较功能伫咱交社。同时今仔日这个法典我发现着和平常咱办的足个活动有相像的所在，是咱今仔日拢来提倡咱的本土的文化。伫咱文教中心提倡咱台湾本土文化是阮重要的工作之一。所以咱今仔日所有一只展出的场地费，我已经报给台北咱委员长拢同意咱免费互大家展出，这是大家团结拢真正所在，表现咱中心这个心意。最后我敬祝咱的同心会办这个法典成功，在座各位展出足顺利的，多谢。哇！这主席不知最后后边咱是咱国语加讲一段，违建啦，